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8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有19例境外病例，咱国空手道代表团又搁增加一例，计共有13例。今仔开始网络地当登录注疫苗证明。新竹市长林志坚昨暗宣布放弃参选2022年的大新竹市长，今仔嘛表示，若属于是性格阻碍，伊望讲退出会当解决问题。台湾市社会局明年初开始试办全台湾头一间暗时社区的公共托育中心。新闻先来看，咱国内今仔日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哦，增加19例境外病例。咱的空手道代表团今仔日是又搁增加一例，高达计共嘛已经有13例咯。另外，国内嘛搁增加14例Omicron的病例，其中有7例是咱空手道的代表团。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的本土病例是0例，那另外有境外一路是19例，还有死亡个案也是0例哦。哈萨克这一案就是我们的空手道选手哈，所以目前总共有13个个案。边境这边有拦检到这个 Omicron 的一个部分，定序陆续出来哦，那新增的是4例，有7例。是由这个4例来自美国，那1例来自英国，1例来自意大利跟德国，那另外还有7例就是属于哈萨克这边，我们有验出了七位啊，都是属于 Omicron 哈。那所以我们现在总共有48例的 Omicron 的一个境外一路的病例啊。对，今仔早起8点开始哦，民众地当去网络顶头登录注疫苗的证明，有超过60个国家拢会当使用。也毋过全球的疫情搁会炭烧哦，最近搁有空手道选手更来到台湾，拢有真侪人胃着病哦。有医师是认为，就算有注好疫苗，嘛是搁有胃着病风险，所以要特别注意。为28早起8点开始，民众只要上网输入个人的资料，就会当下载咱国的所谓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指挥中心表示，疫苗所谓证明，就等于是所谓版本注疫苗迄张黄色的卡，超过60个国家有下用。不过，若是伫外国住的，要去其他的国家，都要家己另外附证明。有医师都认为讲，这是目前一定要克服的问题。在法规上，你必须不能够先把这些人排除掉。查证是一回事，但是法规定的时候是另一回事。否则的话，所有的外国人到国内的活动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国人出国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从国外回来的人的这种 PCR 的检查的这种报告都有可能是假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我们就会担心，就是说他在国外施打的时候，可能他的足迹就没有那么明确，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是必要之恶。台湾空手道代表队参加亚锦赛了后，为哈萨克回来台湾，了后各国的代表队嘛小连续逼出有人去画着。医师认为讲，这代表当地感染者伤过济，是真恶控制。加上比赛无挂喙罨，烂手传染的几率是真悬。就算已经注过2档疫苗，一个无细字也是可能去画着。疫苗不管你打2剂或3剂，碰到奥密克戎，你还是可能被感染，只是你可能会轻微一点。所以他们可能第一个运气比较好，第二个他们感控措施做得比较到位，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即马疫情当地的滚价，各国政府处理的方式嘛无共款。美国疾管中心 CDC 宣布，甲无症状的确诊者隔离的规定为10天缩短做是5天，隔离结束了后的5天拢爱挂喙罨。针对这点，感染科的医师黄国斌认为讲，美国甲台湾人口的密度无共款，以网甲低价管规定小的事件来看，5天加5天的方案对台湾来讲是真危险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来台湾食头路已经2档半的印尼看护，之前换头家嘛对高雄搬到屏东的乡村，也毋过伫体检的时阵验着有气落，伊食2天以后就落跑哦，嘛甲手机关机拢找无人。屏东县的卫生局嘛已经通报警察到3天找人。兄弟镜头前继续家己的专场，这段影片是印尼看护的人力中介放伫面册悬顶，希望大家会当倒找这个人，因为这名走去的看护，伊已经得到去了。去台湾3年，工作煮饭。屏东县政府表示，这名印尼籍的看护，2019年5月来到台湾，已经做工过2天半，进前拢伫咧高雄服务。日前因为伊要转换到屏东恒春的雇主厝的服务，所发现胸坎的 X 光检查起来无介正常。12月22号确诊是得到肺痨，所以伫咧配合食药2天了后，家己走去。那这名看护工手机处于关机状态，无法取得联系。
因此本局立即通报了警政协巡，目前还在协巡当中。雇主一发现对方走去，随着通报着中介，还有卫生所，中介嘛拍算要联系这个人，不过伊的手机已经关机，因为这个病是属于法定的传染病，卫生局已经控制着接触者是雇主，还有伊雇主的查某囝，而且安排2个人就要做胸坎的 X 光检查，嘛通知高雄市进前1名雇主要做相关的防疫措施，嘛呼吁这名离开的看护赶紧回来病院接受治疗。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政治的新闻，咱来看，为着要互新竹县市合并升格，民进党推动地方制度法的修法，引起未少的争议。新竹市长林志坚昨暗宣布讲要放弃参选2022年的大新竹市长，今仔嘛出面表示讲，现阶段修法拄着阻碍，伊家己就是迄个阻碍，那所以退出了会当互新竹县市顺利升格，伊就无牺牲的问题。新竹市长林志坚27宣布放弃参选2022大新竹市长了后，隔当天佫一届出面表示，为了成全大局，无牺牲，嘛向朝野国政党发声，修法已经无因人设置的问题啊。修法遇到很大的一个困境哦。那如果我就是修法最大的这个阻碍，那我想我就应该要搬走这个阻碍合并升格的这个石头哦，就是我自己。那来加速促成这个朝野的一个共识。为了促成大新竹合并升级，民进党推动地方制度法修法。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讲，为了新竹的发展，才会提出修法。即马一人讲一款，伊讲每一个反对的人心内唔知伫得什么算盘。上礼拜五在宴会，他们说不能经恶毒，我们说护委他们也反对啊，所以大家要讲清楚。谁才是一党一人之师嘛？谁才在机关算尽嘛？兼任民众党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参选甲修法是2回事。国民党立委嘛呼吁执政党都要回归理性。这个当然是2回事了，因为参选跟不参选都是个人的选择，所以这个我们当然不会有意见的，我们都表达尊重。不过这国土重划是很严肃的事情，你知道，特别是国土计划法的，还有这个。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划分法，这些该处理的要处理的，而不是仓促立法，然后造成这个后患无穷啊！民进党能够回归大家理性探讨国土规划，还有地方制度法的修订。面对地方制度法修法的争议，林志坚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话讲，针对德或者是德庙合并升格来做辩论，未来嘛会回正民意。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今仔举行陆海空军将官进任募达典礼哦，总统蔡文亲身出席。总统伫致辞的时阵表示讲，除了要互世界看到国军守护国家的决心，嘛要甲人才留好条。面对重重的威胁，国防部长邱国正嘛针对国军未来的战略规划来发表谈话。恭请总统向进任人员祝贺。咱国三军统帅总统蔡英文，甲每一个进任官致以祝贺。蔡总统28亲身参加111年顶半年陆海空军将官进任布达授届典礼。这届拢总有马防部指挥官廖建兴等等4个人升中将，19个人升少将，拢总是23个人。蔡总统致辞的时阵，讲到更较大的任务，对更较大的使命，一定要让世界看到国军守护国家的决心，吸引更多的热血青年投入我们国军的行列，这就是维持国军战力的重要的关键。从营舍改建、各装汰换，到建立长久用的制度等等，就是要让国军官兵感受到国家对军人的重视。讲到安怎维持国军的战略，蔡总统讲出重要的关键。即马战争的形态改变，各项科技进步，人才一定要留好条。国防部长邱国正负责颁发上定军人最高荣誉的奖项，表示将官是捍卫国家安全重要的角色。面对台海情势愈来愈紧张，邱国正讲，中共扩大野心、军事威胁已经真明显改变印太安全的局势。国军一定爱先掌握敌情，引来未来战略发展的方向，会把重点放在机动、远途、甲精准打击的能力。特别预算的采购品项都是以国产的武器装备为主。不仅可以带动国防产业的发展，并且可以深化
国内军备作业维持的能量。因应未来作战的需求，副国长指出，战略整备应该以作战区联战指挥机制为核心，强化联合作战的效能。另外，副国长特别讲到，有少数的官兵违反军纪，损害国军的形象，希望官兵拢爱有维安的意识，以持优良的军风。记者综合报道。监察院一年一届巡查行政院，监察院长研究秩序的时，特别关心人权的议题，希望讲行政院赶紧把维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恢复条例的草案送立法院哦。嘛讲到不以为止，应该爱互完整保留。行政院长苏贞昌现场就答应哦，嘛强调讲相关的草案真紧就会提出。年度巡查行政院监察院长陈菊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做伙行入咧会议室。陈菊先感谢苏贞昌甲伊的团队甲疫情收调的，佮伫国家政策面对重要转变的时阵，到各地去说明政策，同时嘛关心人权的议题，希望行政院会当赶紧甲维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恢复条例草案送入咧立法院。佮讲到伊摆是政治犯，从目睭看开送去安庆调查所，认为这个不以一致应该爱互完整保留。有很多政治犯前辈在那里，可以说是他们度过人间最大的惨痛。但是，到底这个空间属于我们的法务部，还是我们未来文化部有可能向我们的景美丽岛作为人权园区？这个部分当然行政院在这个部分还没有共识。但就希望立法比局卖个定案，嘛会当伫过程之中得到真好的教训。苏贞昌是伫当场有答应相关的草案真紧个会送出去，而且经过42年了后，相关资料甲空间拢无应该荒废，不以一致爱互完整保存，会交由政委罗秉成多管相关部会做上紧的处理。历史不是一天造成，事件不是一触可及的。罗秉成政委已经就相关的草案进行多次的审议、整合，很快的会提出来。另外，对于不易移植，确实都应该完整保留。这是第6届监察委员第2届到正义巡查，苏贞昌亲身报告110年正义的施政重点。监察院嘛针对社会关注的议题，对各部会提出询问。记者郭灿台北有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拜登将签署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内容包括要加强台美两国的军事合作。美国国会嘛建议美国政府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的军演。另外，日本的防卫大臣华信夫甲中国国防部长魏凤昨嘛举行视讯会谈。华信夫是强调讲，台海的和平对日本甲国际社会是非常的重要。日本会密切来注意台海的情势。美国总统拜登27签署2022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和咱国有关的内容包含美国国防部长伫2022年至2027年，逐年向国会提交台湾防卫能力评估报告，并且根据台湾的旅行法，促进两国的官员交流和双方防卫规划甲合作。另外，透过双方训练交流和军事演习，让台湾维持自卫能力。美国国会也阁建议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美方呢，他们是以很具体的行动来持续力挺台湾。我国政府，我们会在既有的这样一个坚实友好的基础之上，我们会持续跟美国来深化安全等各领域的合作。我的观察，第一个，这是最后一里路。未来如果说双方在采取联合行动的时候，可以更有效的去采取对应的一些这战术的一些行动。美国国会嘛要求美国军方伫2月15之前，甲国会提报美国国民兵和咱国交流的报告。国防部嘛回应讲，已经和美国国民兵建立协调的关系，规划讲先和美方来大交流。过当年咱方会当去美国观摩，来提着美国的实务经验甲建议，台美加强区域军事合作关系，斗打中国军事扩大的区域安全的影响。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日本的防卫大臣岸信夫27来开视讯会议。魏凤和说，中日防务部门应加强高层交往和务实合作，共同管控风险。日本媒体报道，双方嘛讲到台海议题，岸信夫嘛表示讲，台海的和平甲稳定对日本的安全和国际社会是真重要。日本嘛真注心代志的发展。我们非常感谢包括日本等理念相近国家多次的强调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外交部强调讲，咱国会继续和美日理念相倚的国家共同来维护台海甲印太地区的稳定甲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缅甸的军事政变已经将近11个月了，部分反对的势力嘛愈来愈公开哦。有一支缅甸的医护人员设临时的诊所，来帮为着武汉肺炎病毒的反抗军治疗。过程哦，其实非常的危险，咱做回来了解。治疗新冠病患需要偷偷来，这伫缅甸东部科耶邦真实存在。原本是公立病院的医护师艾乃，因为2月军事政变，缅军逮捕杀害数十名反抗的医护，艾乃就安尼立即6月起，伫科耶邦家己这间临时诊所义务医治。di jua kwa jaro lawa impian lumiao terus homestay tha lumia le chini ma so di ma be khota le ho 救人袂当光明正大，也着爱揸着行李，随时准备要逃命，因为因等于是无服从运动的前线战士。炸药评论官提名咧赌，分析全球战场医疗人员处境的非政府组织无安全事件报告指出，政变了后的半年来，有190名医疗工作人员轰掠，25人封杀。你在卡里说盘看呀，路出来，盘看呀，路的些嘛，第二个掉配出了些嘞。潘凯亚咧，科耶邦因为社团暴力事件，联合国指出有8.5万人无依无靠，南边也客湾加做病毒的所在。这名确诊病人摕退烧药啊，也是维他命支持治疗，这也是临时诊所所只敢有的药物。此外，虽然有酸素管，也毋过需要谨慎使用。若要补充，只会当到附近的大城，药丸爱经过检查扫。你变冷呢，不得是偏比较变冻啊，多客气了不？缅甸今年6、7月疫情爆发，逐天增加确诊新增有4万例。官方表示，即马东湖逐天大约150例，而且无奥密克戎，也毋过因的医疗体系弱，外界这期体检量不足。人权观察最近一份报告指出，军方已经封锁领导援助甲药品运送进入反抗军驻守的区域。乃卖得到家人的支持，连父亲拢尽量想办法送来真侪药品，伊决定要坚持落去。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过来新闻，咱来看新北市邦桥今仔透早有一台轿车去撞到客停车哦，赛车的驾驶是艺人宋小钦，伊的酒测受控点9喝曲，警方是以公共危险罪甲以上新北地检署，后来是3万块交保。艺人宋小钦是伫透早2点外，赛车经过邦桥的南门街甲府中路的路口哦，去撞到咧停红灯的客停车，双方是拢无着伤，也毋过哦，警方发现讲宋小钦有啉酒赛车，宋小钦嘛已经是头一届啉酒赛车红掠着咯，嘛已经移送法办咯。咱来看，昨早起，桃园一个细条的查甫人哦，伊车一边驶一边庆烟导火，伊马上就甲车停伫路边报案哦，也毋过详细起火原因哦，爱个调查。伫这画面内底，会通真清楚看到这架白色的轿车，车的头前是规个导火，火是烧了真大嘛真美，乌烟嘛一直冲出来。肇男驾驶自小客车由长兴路往中立方向行驶。行驶中，车辆车体前方不明原因冒烟起火，肇男立即将车辆停于路边并报案。北地分局表示，27早起，这个细条的查甫人，伊驶一只轿车，驶到中兴路八地往中立的方向，驶到一半头前就开始熊熊庆烟，而且火是那烧那灭。这个驶车的人感觉真无对当，赶紧把车停伫路边，打电话报警查处理。经消防队到场将火势扑灭。现场无人员受困伤亡，详细起火原因仍待厘清。现场有大量浓烟及火舌窜出，且民众已自行脱困，随即立即布线抢救，熄灭火势。相关火灾原因交由火调人员调查。火是愈烧愈猛，警方赶去现场做交通的管制，消防队员赶到位嘛，赶紧把火拍互花。警方表示，现场目前是无人员受困或者是伤亡，也若详细导火的原因，也阁会等后手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解决上暗班细汉囡仔家长照顾的困难，台南市社会局明年初开始会伫善化来举办全台湾头一间暗时的社区公共托育中心哦。时间是对暗时10点到过工透早的9点哦，预计规明年初开始会当提供服务。南科科技聚落成型，3班制人口变多，为此台南市社会局计划伫善化区举办专台手作夜间公共托育的家园。托育的时间对暗时的10点到过工的9点，协助大夜班的家长照顾婴仔甲幼儿。
那如果这个政策可以再扩及到其他县市，我相信对很多职业妇女或者是需要的家庭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台南市社会局市办的夜间公土家园，为伫善化区的移民署固有的空间，主要是考量靠近南科园区，邻近也有派出所，不管是方便性、安全性拢较悬。目前是招收12位，费用1个月15000块，有计对明年初开始提供托育的服务。每月新增将近500户。那所以考量到这个人口的增加，有新生的一个家庭，所以婴儿数在我们的盘点也是日益增加的哈。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区域，因应这个科技业务的需求、家长的需求，所以我们设置了。台南市社会局表示，幼儿的父母是需要固定轮班的工作者。另外，夜间收托的成效若好，慢慢啊推广。另外，台南市推动准公共化托育的服务，目前是伫安南区、关庙、麻豆等10区新立社区公共托育的家园。预计明年嘛将会申请善化、7股、永康、嘉义等4区，盼望会当提供需要的家长加一个选择。记者郑云台报道。因为这间化影响，最近一寡大专校院招生是真困难哦。面对于转型退场等等的状况，教育部今仔嘛公布112学校注册率哦，有7间学校是无到6成，比去年的12间是有较少，全部嘛拢是私立的学校。也毋过教育部嘛提醒哦，注册率是当来了解学校招生的状况，也毋过这嘛毋是判断学校办学唯一的指标。受到少子化的影响，算断着大专校院。最近这几年来，煞咧有学校传出讲招生困难，甚至是去拄断着转型退场的难关。教育部公布上届新的资讯，11学年大专校院的新生注册率有7间学校还未达到6成，其中圣约翰是40.46%，这和去年差不多。不过台湾首府大学、东方设计大学拢无到4成。上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啊，所以很多招生的活动都不举办了嘛。相对的地理条件不是那么优势啊，然后知名度也不是那么好，没有面对面的跟高中职、国中专这边接触的话，他们对于学校方面的了解程度可能很有限了。校方咧讲，注册率确实是有较降低，主要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安尼互招生的这个宣传力头一直降低，未来会煞咧甲做调整。目前，远东科大、民道大学，还有东方设计大学连续2年新生的注册率拢无到6成，也若圣约翰、台湾首府大学连续3年上榜。不二个教育部嘛已经伫去年来修改条例，要互注册率无搁再来乘做专案辅导学校的指标。也若11学年，包含台大、清大在内，有7间国立、3间私立大学，因的注册率是100%。其中今年合并的阳明高大嘛有入名单。阳明是3类组为主嘛，那交大是2类组为主嘛。合校之后，其实对高中生来讲，进到这个学校可选择性就是变得很多。跟校友合作就是医牙电资，你是以第一志愿来念我们阳明交大的，校友会在你在学期间哦，学杂费都由校友来补助。校方认为讲，这和学校合并了后，学生的选团志愿变侪有牵连，稍后会来杀出以第一志愿入去医艺电子这科系的学生，因的学费甲杂费会当来减免，还佫有暑假素养的课程，嘛会当专程来甲做规划，要期待学校的研究量能会当煞咧来甲做进步。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八卦山又佫传出水鹿出现，昨早起伫中华花坛的天地街出现一只水鹿，伫路林乌白丛要冲入去人家厝，厝主甲即个水鹿吓惊，即只水鹿惊一个险跋倒哦。专家是表示讲，水鹿原本拢是伫1000公尺以上的山区，即摆伫八卦山出现，应该是适应环境的能力变强啊，族群嘛是有扩大的趋势。一只水鹿仔撞过车路，拄要走入去一间人家厝，就听到厝主大声咧喝休。这只水鹿仔惊到厝倒，赶紧徛起来挖头选气。有几只狗仔佮入伫咧后壁。27早起，中华花坛听得街这间人家厝常常出现水鹿仔的形影，厝主嘛好惊一条。有4只狗从139的这样的大岭乡那边。把它抄到这边来我看到我在这边看到它从这边一直跑过来，我就想说，不行，不能让它进来，我就跑到这里，就大声喝止它。厝主叶先生讲，定定咧看到水鹿仔出现，不过我甲遮尔近，抑阁是头一摆。推测讲，可能是要找者，也是受到野狗的侵扰。
因那学者表示，水鹿本身生活伫咧中原海拔的环境，毋过最近这几年常常伫咧海拔较低八卦山出现，推测讲族群有扩大的趋势。它喜欢不是很森林的密集的地方活动，它是在比较稀疏的草原各方面跑，它要空旷地啦，就有时候就会跑到比较，比如说车道上面啊，那可能就会跟车子啊会有一些冲撞的。学者表示，水鹿自养殖场探种探甲走出来了后，渐渐适应八卦山浅山的环境。毋过，煞常常咧发生人甲鹿的冲突，应该适当掠水鹿控制数量。中华县农业处表示，八卦山迄骹斗的花坛、田中、二水等等的乡镇，拢是水鹿较常咧出现的地区。就是尽量闪避他们，不要去跟他们正面冲突。如果说是遇到一大一小，那个是他们刚好是在育雏期的时候，你们也是要避开。县府表示，亲像139县道甲省道第74线东外环道，常常会有水鹿走入去车路。除了伫即寡路段会加设警示，嘛提醒民众毋通去甲因交叉，避免水鹿伤害到人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县政府最近通过一间废弃物掩埋场的试运转的计划哦。早起有大型的机械要入到掩埋场，甲抗争的民众爆发冲突。苗栗县的环保局是表示，这间掩埋场一切拢合法，嘛继续来监督业者。怪兽一个驶入来，民众全跳起伫脚仔顶，甚至侪人走过来，要来阻挡这只怪兽入来。昆武公司的人员甲反昆武事业废弃物掩埋场自救会民众2月早起爆发激烈冲突，自救会会长陈清兴伫冲突当中碰车伫涂骹。昆武公司迄个突袭废弃物也会载废弃物的那个卡车来那乡亲要阻挡的时候就被架走，那实在没有办法，就给他5台载废弃物的车子进去倒。昆武公司伫苗栗造桥良兴村申请设置事业废弃物的坑台场，当地民众是强烈反对。县府3月份宣布暂停昆武试运转的计划，昆武公司不服，向环保署提出诉愿。9月底，环保署宣布退回苗栗县府终止昆武试营运的行政处分。12月24，环保局宣布同意昆武试运转计划变更申请，为日期开始的33天，会当处理2851栋的废弃物。2月这条怪兽入来的时阵，想袂到煞甲自救会成员爆发冲突。那个溯源驳回，所以我们这一次把试运转做一个恢复，恢复的时间是落在这个礼拜1。它在这段时间里面都可以去载运废弃物，但是这个事业废弃物必须是要在核准的公文上面的产源，指定的产源跟指定的清除机构才可以进场。警方有去现场移除特殊，针对这件代志，昆武公司对外是无愿意加说明。因那自救会成员这边是有人着伤送病院，目前双方也无共识，掩埋场的争议恐惊还阁有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一天会有3500外栋的粪扫，因为其他县市暂停到3天来烧粪扫。台东县政府所以提前要予本地伫明年上半年更新设备才要启用的焚化厂先开始来试烧哦。初步是规划讲会发回馈金予大全部的台东市民，也毋过有的民众嘛是阁有真侪意见哦。县政府明仔载暗时会伫线顶来开说明会，来回答民众的疑虑。台东县政府开19.6亿买回来粪扫焚化厂，即马阁争取10亿外经费更新电路设备。已经要完工，县府有计明年初就要取消，即马也提出回馈金计算公式，回馈予全台东市民。不过民众认为也需要更较侪讨论。比如说，我们今年度我们总共烧了多少的这一个垃圾，它的总量是几吨乘以每一吨是200元。我觉得台湾最好的净土就在我们台东了，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还要再详细的讨论。环保局表示，目前台东县的粪扫处理真逼，因为今年外县市无搁大小台东的家户甲一般事业废弃物，逐工产生3500外吨的粪扫，已经将台东市粪扫掩埋场对甲上几啊座山。目前除了加紧焚化厂的更新工程，日到暗7点，也会以线顶直播方式，互县民透过网络提问焚化厂回馈金的管理运用方式。直播的时候有办法来回答的我们当场回答。那可能需要在后面再收集资料的，我们会在这一个会后我们会再另外来答复来
公告这样。也毋过有民众希望会当现场参与，环保局表示，目前也在疫情期间，现场说明的方式有人数限制。也毋过网络直播全国全民拢会当参加，呼吁全民踊跃参与，提供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科技大学今年参加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以农业生态、老年绿色、永续议题等主题哦，摕到2座的未来科技奖甲发明竞赛奖，计共是1块金牌、4块银牌甲1面铜牌的好成绩。甲冷冻鲈鱼切地直接等落去煮，免了蒜头、长久米酒，也无臭腥味。屏东科技大学以水产深加工技术，开发免用水洗免退冰，直接煮也无臭腥味的鱼产品。连带研究出鱼骨粉、鱼鳞粉，摕到台湾甲日本的发明专利。伫这届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得到未来科技奖。第一个是特色是没有腥味不用xử理，不用解冻。那另外呢，我们在鱼的加工过程当中会产生20%到甚至于到70%的这一个加工的副产物这个没有好好的利用的时候呢，那个鱼肉就会很贵。那所以我们就开发了一个混末化的这一个技术把这个鱼骨、鱼头、鱼鳞呢变成我们的这一个可以吃的苦混。台湾饲鱼的技术世界出名，但饲的时间短，产季佫集中，大细规介绍就差真济。透过水产深加工技术，若通提升产品的价值，也通稳定市场。甲另外，佫有机械工程系所开发的超音波喷雾污油系统，是运用纳米流体帮助佫较有路的微型工业散热，大大减少工厂热废水的排放，为环境保护佫尽一份心力。那我们主要是在散热这部分，对。那因为我们后来的时候是有加入纳米流体的这部分，利用超音波震荡来去把它变得更小，那可以去送到它要的一个位置。那可以得到他要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散热的效果。包括工业设计、农业生机等发明，屏东科技大学伫今年创新技术博览会发表多项作品，除了摕到2座未来科技奖，展现学生的优秀成果。上界重要是等下这技术若试验完成，真正就通实际应用，大大增加咱台湾未来的产业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7股的龙山国小有组集团的创意跳高阵，佮结合电音三太子、人狮，真侪传统的顶头。学生囡仔真古锥、真活泼的表演，是拢真受到欢迎哦。慢慢讲会当来传承推广顶头文化。学生囡仔专注咧练跳高阵，互相配合节奏，佮会晓变换队形，跳咧是真有伴。这是台南7股的龙山国小全校师生做伙组成的创意跳高阵，要拍拼来传承地方的艺thuật文化。全校才大概30几位了，高年级、中高年级和低年级呢的学习的吸收能力不是很均等，所以在发展上是很困难尤其是要花多一点时间在低年级身上现在走传统中创意，变成创意跳古镇。7股龙山社区的信仰中心龙山宫，过去有真出名的上工阵，不过时代变迁，人口减少，这个阵头也已经消失去啊。虽然龙山国小本地是想要延续上工阵的文化，却因为人数无够，改造跳高阵，结合电音三太子甲人狮等等各种阵头的元素来表演。由我们的小朋友来担纲演出，这个事情对他们很新鲜，而且每每看到自己的孙子、自己的孩子在那边表演的时候，那种卖力的感觉，他们非常感动。龙山国小这样活泼古锥的跳高阵，受到侪观众的肯定。除了龙山社区，其他区域嘛会来招因表演，甚至搁伫台南艺术节上台演出。若建立这寡囡仔的成就感，更加达成推广艺术文化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的东区区公所，头一摆用在地真出名的古迹东门城来做主题，开发出真侪文创商品哦。咱做伙来看卖。台南市东区的大东门，自清代到今，目前已经是市定古迹。大东门西面写迎春门，古早伫立春一天都会办迎春礼。现时台南市政府也传承这项历史活动，为了推广社区营造。东区区公所也以迎春门做意向，推出相关的文创产品，包括多家司所我们做的这个红包袋，用迎春门做一个红包袋，那也跟安平安来做跨越来做这个文镇那这个文镇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取了东门城的土。东区的文创产品唔但有红纸鹿啊、含纸袋，
还有用手工填的袋会当摕来藏锁匙，有代表性也拢真实用。这次也因为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成果啦哈，所以我们就摆设在我们东区的1楼。广场这里来让大家来欣赏了哈，我们也希望这些产品哈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市民。台南古董的历史文化得以推广，进前文化局也捌推出古迹相关的文创产品，还有结合古早出名人物的刺绣啊。伫疫情期间成功创造约卖3600万的销售金额。今年台南东区区公所嘛头一摆设计文创产品，结合在地历史文化的元素，甲在地特色品牌化，嘛希望会当推广观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海洋委员会资料显示，讲咱台湾对2017年到达已经清掉1000万公斤的海洋废弃物，其中是以塑胶类的上侪哦。为着要鼓励企业循环利用，环保署嘛推动海洋废弃物循环产品的标章，会将会当回收的海洋废弃物变做是新产品。用废弃的渔网仔甲海洋垃圾内底的 PE 聚丙烯甲 PA 材料做目镜框，甲藏目镜的壳仔，也有企业扮成海豹的活动，甲扣到的100公斤海洋废弃物做成1000支的塑胶杆仔。这的再生品拢用超过20%的海洋废料做成，摕到环保署海洋废弃物循环产品的标准认证。阮的部分搁超过这个20%，我已达到26%。希望大家会当透过这1000支的杆仔去了解讲，这个物件是天然环保、重复去使用的真正好的产品。今年算是第一件的修正，有4个厂商，13项的产品，陆续续，即摆还佫几啊间，开始有想要申请的。根据海委会统计，台湾对2017年到2021年已经清超过1000万公斤的海洋废弃物，其中未当回收的材料占约1半，竹仔甲茶排第2，也若废弃渔网仔甲掠鱼的工具有超过7%，玻璃拢3%多。为着增加海洋废料的使用率，业者已经规划要提伊做电子产品。我们今年的目标是保利龙，到明年我们大概1年要做到200吨。头一批摕到循环产品标准使用权的企业有4间厂商13项产品。未来台湾要走向零碳排，甲达到循环经济的目标，环保署认为塑胶减量又是上要紧的。记者民警郑海文台北报道。再来看环保署公布今年空气品质监测结果哦。今年的10月份到11月份 PM2.5，平均每立方公尺有14.2微克。预估今年会当提前来达成减量到15微克的目标哦。也毋过甲去年比起来，今年 PM2.5的浓度是比去年较悬哦。环保署表示讲，这应该是因为今年的10月到3月雨水较少，风嘛较细。为着要防治空污，环保署甲全国市悬浮微粒 PM2.5浓度总目标定做是达立方公尺15微克，嘛个目标用到112年来达成。但去年甲今年已经连续2年达到标准。今年1月到11月浓度来到14.2微克，预估到12月份结束，浓度未有伤大变化。不过今年 PM2.5浓度是比去年增加0.7微克。环保署指出，是因为1到3月气候因素来造成。雨量变少了，降雨的天数也变少了，风速这个低风速的时间在增加，所以在这个气象条件上呢，就是对于这个粒状物的这个洗除跟扩散都是不利的。PM2.5污染恶化受到天气因素的冲击，但环保署所推动的空气污染防治方案，年度工作超前，目标远远来达标，相关达成率达到1896%，敢会是目标根本制定了伤过松，需要减大减污的力度。对此，环保署表示，接下来针对台中以南空污较严重的地区，推动精准时空的治理。我们会针对比较高反应性的这个 VOC 呢，我们会了解看看主要是调查它主要的一个排放源，会以石化业为主。有关 PM2.5会当连续2年提早来达到15微克的目标，是毋是要来评估进一步加严标准？环保署无正面回答。针对当年是减少趋势 PM2.5污染，今年浓度所不减反升，气象局解释确实是拄到8年大欠水。环保署表示，这个结果会当讲是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记者王德心台北报道。
花莲县政府开3000万，甲已经无学生的校园翻过，要整做花莲富有青创园区哦。按照明年的2月份要启用，也毋过外界是真烦恼讲，惊这会阁变成是另外一个盲仔馆。这是花莲县政府拄完修的富有青创园区，5500平的校园，即马向中心规划有上新的功能，包括铜锣馆、妇女梦想馆，甚至还有烘焙教室等。未来会安排课程提供给亲子使用。目前呢，总工程费大概花费了将近3000万。那这个部分呢，都用在所谓的硬体设施的一个改善，大概可以容纳到300人到400人左右。这个所在伫民国49年是民族国小，79年拆除了后，就互启迪学校，后来阁委托民间开办英语天阳行，一直到去年合约到期，官府收回，才开3000万买活化无利用的校园。外界关心，敢是阁会变做盲仔馆？我们这里有专聘3个专职人力之外，之后我们社会处的妇幼科也会整个搬到这个园区来，就是也就近有一些资源跟管理的人力。要看社会处现在目前的包含年度的活动怎么样来规划进行，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走进来这个妇幼园区。因为园区内各种项目伤济，未来敢是会甲外界合作共同经营，也正做焦点。另外开放时间大约是明年2月，时间是拜2到拜6，敢是会收费也来建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大的婚林婚姻，甲中华基督教病院，阁有诊所合作开暗时的晚距离眼科实时门诊哦，望讲会使来解决婚林的民众看眼科的需要。透早就有真侪民众去病院等要看目睭，因为婚林地区长期以来眼科医师的人数拢无够，若是拄到急症，也是半暝啊需要看医生，拢爱往北，也是往南送。为着扩大眼科的医疗量能，台大婚林婚医甲中基大专诊所合作，整合区域的病院、医学中心甲诊所，要用远距离替民众解决看诊的问题。很多的民众在夜间和假日必须花费很多的金钱和时间到外县市就医，那就造成在时间上、金钱上还有病患安全上面的一些障碍。现在透过了远距医疗，我们后线的医生可以跟急诊医生在线上讨论，那很多的病人就可以就地医疗。台大婚林婚医表示，婚林县的老年人口数是全国第2悬，看眼科的需求真大，但是却一直是婚林医疗上欠缺的所在。即便透过联合值班，地方的诊所会当让民众就近看医生，提供眼压甲相关的数据，用时辰来看外观，让专业的眼科医师会当到3天。就好很多啊，因为我们这种偏乡地区比较资源比较少啦，医疗比较不足啦。小夜的时段有我们的眼科医师，所以他在诊间其实就可以借由连线的方式，然后就提供这样的服务。台大婚林婚医表示，眼科远距离看诊对10月份试办到单，已经接到超过10个个案的急症需求，嘛是全国头一个眼科用远距离急诊联合值班甲照会制度，希望会当解决婚林的民众眼科急症的处理，补充这个部分的医疗欠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东京奥运表现了真好，嘛，互运动科技真受到外界注意哦。咱来看东京演艺，嘛利用咱国上厉害的半导体技术，开发出机密疲劳度的检测系统哦。嘛已经甲咱国内的体育大学合作，望讲会当用科技来帮助选手保护家己，嘛会当阁拼出好成绩。早着保护脚头虎的电视电源用来一跳，因幕时展现出伊脚头虎时来的强度。这个有特殊设计保护脚头虎的物件是工研院将半导体技术导入，会当用来测量肌肉疲劳等的检测系统，会当用来协助运动员训练，也是比赛了后的肌力修复。平常重训是可以用得到的，但是我们跟体大合作的时候，它是用在棒球的挥棒上面，好，所以他就知道说他在棒球球在挥棒的时候，他下肢的出力的顺序是否正确。那这个系统会当用伫运动员的训练，可能台湾伫东京奥运中得到好的成绩。工研院也研发像肌肉感知的系统，提升运动科学的发展。我们也跟国内的各个重要的研发单位以及运动训练的各个场馆业者以及国内的这种体育大学等等，都有做了很多的合作。那我们也验证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有效性。工研院强调，除了半导体技术，
运用伫运动产业发展，也会导入5G、大数据等智慧创新应用发展技术，来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包括运动科技等产业的多元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人过耶诞节有一个传统哦，就是爱食鸡肉糋。伫耶诞节迄天哦，四个鸡肉糋的店是排队拢排甲热热长。另外，伫日本的麦当劳哦，因为马铃薯欠货，对24开始一礼拜哦，马铃薯条干来当买细份的尔尔。因为加拿大温哥华港口附近大水，加上疫情影响全球物流供应链，日本麦当劳的马铃薯条原料到货延迟。顶礼拜宣布实施韩国配给，全国2900间分店为24到31间，停卖大薯条甲中薯条，只卖小薯条。预计31早起10点半恢复正常供应。这段期间，人客上门，有的淡薄失望，有的是认为物流原因只会当暂时忍耐。小さい頃からマックのポテトが好きで、お腹いっぱい食べたかったので、L サイズがないとすごく残念です。いや別に問題はないかなという思いますけど、たくさん買えばねそれでいいだけなので、別に S だけが販売、全部販売しないならね、ポテト好きな人食べれないからかわいそうだけど。限买小薯条的措施，当拄着年底耶诞甲新年假期的大过，反映出供应链的困境。也毋过日本人过耶诞，更较袂当欠的应景是物事。另外一间连锁素食肯德基自家为门前摆开一长，人客赶到大包小包，就当看出受欢迎的程度。食べないとなんかしっくりこないというか、クリスマス感が出ないというか。普段は家族3人なんで、なんかあんまりそういうことはしないんですけど、今日は友達とワイワイするので買いに来ました。这项传统起源是肯德基1974年耶诞节食自己创意促销红起来，从此肯德基的自己加做12回真红产品，耶诞销量会当增加到10倍。另外方面，耶诞自餐开拍的自己甲沙拉，今两个早顿起的组合，佫较是卖真好，早就爱预定，若无过节时阵排队，也无一定抢会到。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过去2冬因为疫情，咱人甲人上好是毋通接触，所以机器人是发展了特别紧哦。嘛有愈来愈侪人工智慧 AI 的应用，毋但伫军事、医学、伫生活中哦，嘛有愈来愈侪无共款功能的机器人，咱做伙来看卖。送米露的机器狗，也佫有送餐的机器人。因为疫情，即马真侪店拢用这种机器人送餐，毋但减少被感染的疑虑，也解决人力无够的问题。即马需求正大的外送，也有机器人伫咧送。总部伫咧美国的清健科技所推出的载配车，这2年使用量大幅度增加，自250台增加到超过1000台。不过机器人外形无一定是冷冰冰。意大利比萨大厦正伫咧研发的亚博，就是会当有正幼的表情，变是人类情绪的机器人，更加拍算互因去帮助自闭症或者是失智症的患者。Avere un robot che sia un compagno che aiuti un anziano o un soggetto in difficoltà。机器人也会当应用伫咧执法甲军事。夏威夷警方今年就用机器狗执行一寡风险较悬的任务。包括亲像替国有磅体温，或者是询问确诊者 ，AI 也当用伫咧医学。南韩研究人员最近就透过 AI 技术，甲原本拢是2D 影像的电光、电脑断层 CT、磁振造影 MRI 转化成做3D 的影像，互医生对一边看更加清楚。譬如讲肿瘤，使用者毋免挂特殊的目镜就能看到，而且影像会当对着目睭刷震动，也当用手甲头控制。公司新闻齐万玲编辑。下半半的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Thank you.